伫云林的启东这个所在呢，有一个捡废铁的70多岁阿公，伊伫个落水溪的布岸边去捡到2粒生鲜，而且还未爆炸的炸弹。后来伊的厝边所发现讲，这放炸弹的所在开始咧呛烟啊，所以军方甲警消人员赶紧来封锁现场。经过要3点钟的时间，才总算甲炸弹提走去甲毁掉。 放伫歹铁啊回收的所在，内底哪像有微爆弹，烟一直呛出来。附近有民众烦恼安全问题，17下晡赶紧报案。不过，长久以来咧捡回收的这个70多岁姓洪的查甫人，哪像不满，佫甲迄粒微爆弹提出来，带来摔伫涂骹。警方、军方甲消防人员随赶去现场救防疏散。甲洞空，现在伊一空啊，架在粉盐啊，清掉吼，迄个拢未出来啊，啊，即马吼。 你看，咱人都咧挡袂掉，伊甚至药啊才挡得掉，会搁种啊。早期个毋知几十年前个啊，啊人溪底人即摆田拢一直耕一直做啦，啊即开垦了的时阵，去拗着你了，拗着就甲摕来田面边去看你，就甲伊咧回收的，叫到转来。这个姓洪的查甫人住伫咧云林启东，伊讲顶一日伊伫咧落水溪布岸边啊。 看到2粒新鲜的歹铁啊，就甲捡转来回收。警方接到民众通报，随封锁现场。军方微爆弹处理小组随去现场处理。17下晡4点半，军方将2粒微爆弹用特殊的毯仔包起来，炸转去销毁。警方提醒：若发现疑似未爆弹或可疑物品，请立即通报警方或消防单位，切勿自行搬动，以确保安全。在地人讲，落水溪烟花有国军炮阵地射击演练。 真侪民众拢会去遐捡这炮弹的残骸摕去卖，趁我所费。即个发现的微爆弹，那像是早期成功部队所使用的753山炮。不过因为外口时拢已经生鲜，是倒一种炮弹，也需要军方进一步确认。警方呼吁，若发现那像是微爆弹的物件，应该随通报，唔通家己搬叮当，确保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